26號賽車陳簡偉。就呢個粵啦，即係廣東啦；2set即係港澳牌。咁跟住港啦，如果係澳門嘅，寫個澳住喺度嘅。咁如果你再加多個澳門牌，黑底白字嘅澳門牌，就叫三地牌啦。香港、廣東、澳門都可以行啦。而家大陸有一個政策咧，叫港車北上，即係大灣區啊嘛，係咪先？咁一家親啦。咁特別香港同澳門嘅車友咧，會經常性喂一家大細揸架車上嚟，喂又可以消費，又可以整車，又可以食嘢。我哋已經成立咗個大灣區車友會嘅。香港整車嘅人工係貴嘅，人工係貴過零件嘅。咁調轉啦，大陸係零件貴過人工嘅，佢會順帶上嚟，即係正如佢頭先講，去行下山姆啊，老婆嘅去整下指甲啊，或者食下嘢。咁去到最後啦，架車整好晒，洗埋車打埋蠟，咁最後買埋嘢返香港，可能整完車我哋幫佢買個燒鵝帶埋落去。私家車咧係都有故事嘅，因為我小弟咧就係本身係中意醒獅，我哋村入邊小村同埋大村都有一個獅隊嘅。呢間啊，我出世就係呢間屋啊。跟住4歲嗰陣時咧，我老豆我媽去香港就我喺呢間屋嗰度跟我阿嫲，跟住跟咗1年之後，跟住起咗間新屋就搬去新屋。以前細個咧，因為我哋冇地方去，咁以前夏天咧個個都冇冷氣噶嘛，咁我哋成班朋友咧又中意飲啤酒喎，又冇地方去，咁咧買到啲啤酒咧喺呢度，每個人咁瞓住喺度，因為呢啲石好涼噶，瞓住佢咁對住個天飲啤酒，好開心。珍姐啊，過咩門啊？喂！呢個又係香港人退咗休翻嚟。我哋村好多香港人，將所有村嘅道路啊、嗰啲舊嘅建築啊、靚嘅就原貌翻重建啊，唔靚嗰啲又同佢翻新啊。而家真係好乾淨、好舒服。1999年咧，我就開始香港考到第一個貨車牌咧，我就好大膽咁買一架貨車自己翻嚟做中港貨運，睇住中國個工業啊一直咁樣進步啊，睇住而家嗰個好偉大嘅基建啊！話當時行港珠澳大橋真係個心係好興奮嘅，即係我哋中國可以起到一條咁大嘅橋、咁宏偉嘅跨海大橋，做中國人好驕傲嘅。而家啱啱通嘅深中大橋啦，我哋係由香港上水翻到嚟中山，講緊揸車係1個鐘，連埋過關，好方便，係真係1小時生活圈。